芭比牛仔、马文牛仔哈。大家牛仔，昨我竟然袂记咧上课，食饭的时阵阁有想着，食饭了煞袂记啊。我就想讲，你是毋是无闲？我甲姚文，我若袂记，用是足用啦，袂记的。真歹势。想到时阵，就已经过半点钟，较加去啊。好，安尼，这弄好势啊，直播送出去啊哈。好，天香兄老早哈，来，今仔日对1656年7月16号哈，1656年过一半啦哈。来，7月16号，礼拜日，透西风，天气真热哈。热天啦吼，今仔日敬拜上帝，今仔日翻译员何斌吼，何斌是汉语安尼写吼，其实西方荷兰文是写冰瓜啦吼，冰瓜也瓜无迄个 n 的音，冰瓜来甲阮讲一个消息吼，冰瓜来讲一个消息，讲是对新仔来传到片湖，再个对片湖用一只蚵仔船传来的消息吼，消息讲有一个塔坦的新指挥官带领15000个塔坦的士兵落来，奉命专程要来对抗大官郭信爷，要无延前吼，无延前啦吼，要来带兵全力来攻打伊吼。一直到甲伊拍败为止，吼，结束迄个地区的战争为止。安海市已经被即个指挥官吼完全烧毁坏去吼。伊伫咧最近的迄个天狗食个迄暝吼，就是本个月6号吼，去突袭吼，就是忽然间去攻击啦吼，伫咧下门后面的迄个小地方叫做老五店吼，地名叫老五店吼，姓老五店安尼啦，五间店，甲遐个人全部真残忍来杀死，无论剃头的也是无剃头的新仔人，一律击杀吼，无人幸免吼。因解释讲，是因为遐个人中意即个郭信爷。对郭信爷伤有路用吼，所以伊嘛计划要去攻击白沙。此外，白沙会对注脚，看觅白沙啥物所在？好，来即会对注脚是安尼写啦。但是我即段甲读了讲，此外也传来比以前伫咧此地所处所传闻的更较确实的消息，吼，会对着即条消息，咱要讲即条消息，进前来看即个注脚。第一条讲，日记即段是指清世祖吼，清世祖是贝勒爷啦，伊写贝勒。伫咧本年初吼，年初啦吼，带着大兵入蛮吼，入蛮啊，就是蛮就是福建嘛吼，就是即段就是讲即代志吼。啊，到安平镇，蜀回将军及全属南湾、惠湾、东湾、安溪、迎春各县吼，就是伊用 quote 啦，毋知对着 quote 出来讲，堕落迄是堕吼，堕安平镇吼，续毁张郡及全属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各县吼。即个堕胎，即个堕吼，来看即边安怎读，copy。堕落嘛吼，对哦，读做对吼，对毁坏吼，就是对家乐嘛是对吼，对落就是对吼，贫惰嘛是对。我看即字伫书典有用着无？
无对了哈。对安平定哦，就是安海，属毁坏啦吼，属毁坏将军以及全属的这个南垵吼，这个国权这个代志吼，就是顶头咱讲的这段吼，他的带大兵，一个摩米人带一个大兵要来拍郑成功这代志。约了5月，5月应该是2个月前咯。有人建议这个贝勒吼，贝勒来，贝勒我看那要孔子贝勒那读，贝就是背嘛吼，勒咧，勒会当读做拉列。列拢第8条吼，捏就是捏死啦吼，就是用手捏死的意思，捏吼。捏第8条吼，相反是捏瓦捏死吼，所以咱读第1条嘛，再读第8条啦吼。应该咱讲捏死的时候，应该是读第8条啦吼。好。列或者是拉吼，我看啊，读字音应该是列啦吼，列或者是拉啦吼，列或者是拉吼，所以就背列吼，贝勒爷背列爷吼，有人建议背列攻打郑成功的包籍叫做冯魁族哟。我看嘛，伊名这看无，对一个姓啊看无。Google 者。叫做郑凤魁，这应该是读魁吧？黑旋风李逵，迄个魁啦吼，我看咩？读做鬼吼，读做鬼，李逵吼，大路四面三通吼，拢叫做鬼，人名吼叫李逵嘛吼，李逵。为什么读对鬼啦？哦，讲有人建议背列吼，背列攻打郑成功的包籍叫做郑凤魁吼，伊所起的即个叫做金门白沙寨吼，所以拄则讲白沙，讲计划要去攻击白沙，就是即个金门白沙寨。参见万海记录台湾外记吼，即伫网络顶拢查会到啦吼，即2本。网络顶拢有吼，即较早吼，迄间叫台湾银行吼，因有出一套台湾史哦吼。来，我查一下。万海记录，叫做台湾文献，迄组是安怎？我看咩？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所编的规套的啦吼。还无，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所编的台湾文献总刊，哈。
即嘛，即个台湾文献总刊伫咧网络顶有一个网站，就叫做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文献总刊资料库，吼、啊，你著去看，你著用即个，你家己去看，就所有诶内底拢有吼。你所知影诶台湾史诶汉语版诶汉语版诶即种台湾史啦吼，差不多即只拢找会着啦吼。有兴趣你再家己去看吼。其实诚趣味啦吼，看这原来诚趣味，有时啊你会感觉，哎呀，这个我所知影所在安尼吼。但是我无讲看介侪，我看一滴滴安尼吼。啊，一本拢薄薄啊，伊较早出版的时阵吼，一本薄薄啊，好啦。都有兴趣再家己看啦。我只有半套啦，我较早因为啥物因缘吼，我摕着半套啦吼。啊，半套我安尼后来我着用箱仔缀，较早你讲我讲一本薄薄啊，细细本啊，所以用一个细卡箱，一个差不多对开才看的即个箱仔就有啊吼。好来，继续哈，咱搁讲，此外啊，传来比以前伫咧此地所处传闻的更较确实的消息，就是讲，消息安怎讲咧？讲国史爷伫咧一段时间以前派300只有武装的庞船去南部的西南沿海，讲是要去遐要搬撤门，搬撤啦吼。即寡庞船出航了后，趁机会就去伫咧 Groningens 海湾，即个毋知啥物所在哈。Groningens 海湾里的即个结石位市哈，我记是结石位啊，因为我查到5、6遍了，我嘛是阁袂记哈。计时位啦哈，迄个广东遐一个所在哈。结啦，但是啊变调变结哈，结石位哈。都讲伊趁机会，就去伫咧即个 Groningens 海湾里的即个结石位市吼。所以即个海湾应该即马去直接去查地图就知啊，为什么伊会翻译翻袂出来？看觅啊，结石位市，即马叫做结石镇啦吼。啊，结石镇就伫咧即个海湾边啊，即个海湾即马叫做结石湾啦吼，结石湾吼，奇怪，为虾米翻袂出来？伊就知影结石位啊，你翻袂出结石湾。趁机，往电视讲啦吼，300只船吼，派300只船去广东这只结石位市的头前发动攻击吼。这个城市是迅属伫咧塔坦的官吏叫做苏利所管辖的吼。迄时遐大部分的庞船拢停靠伫咧岸里吼，忽然间遭受到袭击吼。士兵就走出船外，雷鹿逃生去，有一寡庞船被烧毁坏吼。应该是毁吧，毁坏是毁是毁啊毁吼。毁啦吼，烧毁坏去吼，一寡庞船就被烧毁坏，约略有100只被拖入去水里。被因当作是真丰厚的丰富啦吼，的战利品，炸往海上去。但是伫航海途中，因遭遇强大的暴风，至到约略有300只庞船被毁丧失去吼。倒了啦吼，摕人100只船，结果沉300只吼。因此呢，这400只就敢若剩100只安然转去到厦门吼。来，咱来看吼，这叫注卡，讲这是指本年5月，就是旧历5月，派等到结石位讲苏利，这个苏利呢，巨险坚壁吼，巨险坚壁啦吼，巨险坚壁。
这个黄庭呢，黄庭因为牛溃血书吼，欠吃就只好血书嘛吼。但是这是台湾外记所写，但是可能汉语版无写到这个荷兰人所讲的，因听到这消息吼，讲伊400只船，300只顶去安尼吼。这是到现在关系到这个消息上确实的报道，可能以后还有较清楚的消息来传来。今仔日大鹏船瓦斯对阿内姆伊顿号曾河进入来这个港内，7月17号拜一，上午避风对西方车来，下晡改对东方车来。迄只名港船今仔日再落坡去港外，暗时啊就搁转来入港。有4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25个大波载去下列的物件，14,192斤咸鱼，10,530斤糖，3,107斤鹿仔肉，5,723斤蚵仔，1,300斤福尔摩沙丁，2,500斤糖水，1,237斤虾仔，15篮虾粉，20袋油豆，甲其他的杂物。也有一只小篷船出航前往这个岛屿的南部，坐6个人，载去50担的盐、100罐山酒、60个铁花、12袋米、3罐鲜奶的烧酒。7月18号拜二，伫大篷船瓦斯尼所装入去要载去交予阿内姆伊顿号的牛婆，甲箱仔装的糖。是啥物意思？哦，伫大篷船瓦斯号来甲要交去予阿内姆伊顿号的牛婆甲装箱的糖甲装起哩啦，吼，装去个瓦斯号。迄只领港船就装着落坡出港，要去补充科尼克 David 号的装货。即只避水船的船长科尼利斯瓦斯今仔日来上岸。伫伊离开该船的期间，派船务官去遐代理伊的职务，一直到该船长转去该船。天气良好，但是真热，透西风，下晡弹雷。7月19号拜三，上午要送去日本的物件签名封印了后，由长官阁下交予上述避水船 Conic David 号的船长。Conic David 号，这个 Conic David 号的船长也打算搁再来暗暝要出港，以便明仔载若是上帝允准会当启程出航前往日本。伫即个期间，阮伫厝地也利用即个极良好的天气，来紧急为着快艇阿内姆伊顿号的出航准备装好。昨昏载货去交予即只快艇的大船瓦斯号，今仔日就来转来港内，安尼才袂浪费时间。阮按算讲，若天气继续良好，本个月月底以前，该快艇就会当装货完毕。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9个大波载来400袋米甲4担粗细的地米。3队呢，有一只小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8个人，载去300斤糖水含4罐鲜奶烧酒。7月20号拜四，迄只领港船落货，又搁装货了后，随航往港外。下晡避水船 Conic David 号对南边停船的所在启程，风主的名航往日本所在的货物是糖甲鹿婆。总价值是48000外毫吨。原掌管海洋的伟大的主带领，互该船顺利到要去的港湾。天气还真好，透东北风，下晡落寡雨也弹雷。7月21号拜五，因为本个月9号对厦门早来台湾厝地的郭姓爷的过世啦，歹势过世。伊无讲啥早诶吼，关系到国姓爷要禁止贸易诶迄个过世，看起来伫住伫台湾甲福尔摩沙西那人中间已经引起真大诶骚动吼。
因此，今仔日决议要用告示禁止炸外地君王即类的告示来遮吼。这什么意思？就是禁止你用 TikTok 甲小红书啦吼。你袂使甲即个外地君王的即种告示吼，摕来台湾遮散播吼，散播啦吼。摕来遮公告大家看安尼吼，也禁止宣传即类的告示吼。违令者或者是甚至炸即类书信来的人吼，将视情节会当处以死刑吼。如果有人对外地炸书信内容，去触及此地的社会或者是政府，必须伫咧一到此地就交互长官阁下吼，毋准炸即类的，毋准甲毋准炸入去来遮的厝里。毋过，阮家己是毋是被即个做军炸来迄个告示，无甲伤过紧张吼？是毋是紧张过头啦吼？爱阁等一个月才会明白吼，才会明白讲是毋是国姓爷真正要安尼做吼。而且阮也要派一只小胖船，坐12个甲14个荷兰人去即个附近的沿海以及偏湖侦查，以后若感受到有需要，要阁派第二只船出去侦查吼。为了加强普罗宾西亚城堡的防卫力量，该城堡的周围将会建造一道木栅吼，就是赤坎楼遐吼，并且要阁增派一个副手去协助地方官治理赤坎地区。有关即详细考量吼，会当对今仔日福尔摩沙议会决议了看到。去年南坎的北上的胖船今仔日来到遮，因去淡水甲鸡人见过阮派驻伫遐的人，即只船坐10个人，再来600领落坡，33领水落坡。即只小胖船也甲下设上务员 Peter Van Mierder 先生的批吼，再来互阮，毋是一张尔，几六张吼，一些复数吼。就是一张伫鸡人写的4期本9月13号的批，甲另外一张伫咧淡水写的4期本9月15号的批。阮对即寡批呢真艰苦来知影讲，伫今年4月初8，对此地派去遐担任迄个地区的最高主管的上设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nde 先生，持续破病了一段时间了后，伫本9月的初1，伫鸡人过身咯。上述 Van Mierder 和队长 Bears 也拢病重在床，因为即个情形，所以贸易校铺甲公司校铺到现在也无法度送来此地，无法度送来台湾遮。伫咧即个期间，一直到接到此地的命令以前，即个 Van Mierder 将会住在鸡人，每3个礼拜去淡水行一逝。迄寡反叛的南坎社人，又搁夺一个新仔人的头壳。除此以外，因还算平静无事。无偌久以前，托库底国社的人用欺诈的手段，伫8离婚社呢，就决好像，这嘛是一个反叛的村社吼。讲用欺诈的手段，伫即个反叛的村社个8离婚遮造成内讧啊！来，我来查一下这个台语乱读。读做妨，或者是讲两个音吼。妨就是扰乱败坏吼，四散吼，就是所以雷妨吼，
公嘛是败坏、陷害、扰乱、三尖吼。雷公、雷洪吼，我毋知影要安怎读啦吼，反正就是即个两个音吼。公可能是文言音啦吼，啊嘛可能是交破音啦吼，无一定是文白差吼。造成雷公或者是雷洪。互该社所有的成年人吼，成年壮士拢被拍死，只有5、6个人逃走，幸免遇难吼。迄寡到呾反叛的噶玛兰人，即嘛以3个村社的名义自动自发来归顺公司咯。即寡村社的老酋长也为着万登恩顿先生的阁下的个性，前来归人致哀。对福州致哀吼，我看台语是要那种哀悼哟。伊致是迄日志迄个字吼。哀悼读做哀悼，或者是哀悼吼，哀痛悼念吼，哀悼吼，所以即个读做悼吼，全腔读做悼，哀悼，差一点尔啦吼。悼啊，所以是悼念咯，悼念。无即个哀悼、追悼会吼，追悼会是日文词啦吼，全音是追悼会吼。好，就是即个噶玛兰人诶老酋长啦吼，来归人遮吼。为着即个荷兰死去的即个伫遮长官吼，万登恩顿来哀悼吼，对福州来念香啦吼，一般啦是安尼讲啦，当然伊是无香通念啦吼。对因一般可能来遮就是来看咧吼。对福州第2摆有芳船来淡水，再来一批麦啊。无其他重要的物件，阮伫遐个人肯定讲，若是公司伫淡水或者是归人迄边有绿豆蔻、丁香、胡椒、陈、麝、苏木、吉兰木，或者是翻译做沉香等等的物件，一定会有人真紧就要来交易来再造。后2只芳船对下门去到遐，就拢是去载硫磺的。伫归人甲淡水中间，最近飘来一岛茶头吼，因想讲是纯正的茶，也伫咧苏澳港伫荷兰时代叫做 Saint Lawrence 吼，劳伦斯港吼 Saint Lawrence 附近吼飘来大批蜡烛哦。对此，前来的西南人讲，本国月初西南沿海发生强大的暴风雨，愿上帝保庇伫迄个航道上的公司的船只免遭意外。即道茶头呢，伫咧此地由船务官检查了后，认为毋是荷兰船的茶，是暹罗或者是坎保利亚的芳船的茶，但愿是安尼啦吼。迄只尔港船今仔日早起转来入港了后，又搁装上落坡，再出港外3对迄只大芳船，20号中昼转来入港。平静的天气，微风对西南风吹来。
7月22号拜六，领港船又搁转来入港，上午透西南风，下晡透西北风，暗时落强大的骤雨，也但雷，天空真乌暗。约暗时7点半的时阵，阮伫厝地感受到一阵相当强烈的地动。7月23礼拜日上午非常的平静。但是，即个港岛甲海上有一滴影吼，因此装着糖甲落坡的迄只大篷船瓦斯号，必须要留踮咧港岛头前的港内停泊。天气真热，下晡透西北风也落雨，含昨昏相像。安歇日做礼拜，7月24拜一早起，迄只大篷船出港咯。迄只领港船落雨了后，搁再装好。也驶出港外，含昨昏相像的风和天。今仔日有6只篷船对厝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96个大埔载去下日的货物，22,990斤赤坎的糖，27,450斤糖水，6,027斤鹿仔肉，1,527斤蚵仔。1,200斤福尔摩沙丁，5,662斤咸鱼，686斤虾啊，100斤沙鱼油，220袋油豆，70斤鹿仔骹，30袋麦啊，70担鹿骨，5担盐，15担胡椒甲25斤的虎皮。7月25号拜二。上午大篷船瓦斯号入来港内，暗时迄只领港船入来港内，即2只船甲阿内梅顿号所出来货物拢装入来咯。透西风，天气真好，但是真热。也暗时透东南风，约半暝12点，阮对厝地的热兰野城堡看见对岸赤坎的普罗宾西亚市镇，倒起真大的火。即个火呢，烧约4点钟遮尔久，因此长官阁下开始烦恼讲，无定迄边可能因为即个火会造成灾难，或者是已经造成咯。因此，伊阁下派一个人坐3班去迄边，以便尽量较近的人对遐甲消息带转来互阮。7月26，上述派去的人呢，伫咧透早天光以前，就对普罗宾西亚转来阮遮。早登的消息讲，昨伫遐的一间西南人的咧烧祭咧结酒啦吼，结烧酒的厝呢有火烧起来，但是伫因也无真清楚的情形之下，又搁拍花去咯。事后也无去关怀此事吼，无去注意即个代志，一直到半暝10点半吼，迄时因为东南风，互迄个厝呢原本的河景搁再倒起来，安尼你要讲是若毋是？若是即个火，毋是有人去点倒啦吼，就是讲要讲，即写啥？要讲如果即个火毋是有人点倒的话吼，话是我才刚讲出来吼。若是啦，袂大语毋免讲话啊啦吼。我真惯势听即侪人会讲啥物话，我感觉怪怪吼。唉，大语敢会知安尼讲？什么的话？大概应该袂安尼讲啦吼，大概讲若是安怎吼，迄个if就是安尼讲吼，袂迄个假设的迄个情形袂搁讲一个话啦吼。有人就惯势安尼讲啦，好来继续，并且继续来讲，互就迄个东南方互厝里原本的河景倒起来嘛吼，安尼你要讲若毋是讲有人去放火吼。即个刮胡写，你毋知啥物意思，并且继续伫烧吼。毋但迄间你结酒的厝，也搁伫咧普罗宾西亚市镇头前共一条街共排吼，另外35间厝，也拢被即个火完全烧毁坏倒去咯。哇，35间吼，若毋是有副地方官 Morris 迄间真勇的即个真侪厝，甲火挡掉呢。迄条街共一排的全部的厝，一定拢会互火全烧歹去。上严重的损失，除了迄寡厝以外，阮听讲就是
放伫遐相当数量的册啊，也已经拢被烧歹去、烧掉咯。迄只尔啊港船装着落坡，驶出港外，良好的天气，炎热透晒风。迄只要开去佛罗摩萨甲平湖中间的航道执行阮要去进行的即个好注意，个挂头上就是侦查各省的动态吼，即个好注意吼，是根据本国个21号的决议吼，讲去侦查吼。迄只小胖船吼，今仔日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并且已经准备16个荷兰人3礼拜需要用到的粮食。这16个荷兰人呢，是9个士兵由一个下士带队，以及5个水手吼，由船务官 Oak Peters 指挥。这个船务官也授权指挥其他迄个人。这个船务官因暗地来长官阁下实行。7月27。拜四，上水迄只胖船现在已经出港，将会先航往平湖去侦查吼。阮的领港船今仔日入港，装上落坡了后，就出港去咯。即个水道有影吼，天气含昨相像。今仔日上午，阮收到电话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对 Provincia 寄来2张简短的批。第一张批写讲，伫赤坎的坎港是港工即个所在吼。港工是啥物所在啊？伊是汉字吼，后壁括号写港工啦，是音译的款吼，坎港吼。讲伫赤坎的坎港所在，有2个少年的西那人互相吼，就是冤家相拍啦吼。这两个少年囡仔吼，一开始吼是拍咧耍的吼，后来就真正拍起来吼。其中一个被拍死吼，迄个凶手已经被抓来关入去监牢。关系到这个案件 ，Skidell 将会派人详细查究。另外一张批写讲，普罗宾西亚市镇，约落伫昨暗时11点的时阵，又忽然间发生火警，烧毁一间厝，也互另外一间厝倒去。又讲这是因为西那人互相中间的仇恨来放火点倒的。因此 ，Skidell 为着要调查这个背后的真相，将会对 Provincia 城堡先派6个士兵，伫暗头啊去住伫迄个市镇，请求对此地派6个士兵去接替迄寡士兵的位。对此，长官阁下写一张简短的批答复伊讲，上好莫派迄6个士兵去，改用住伫遐的自由民。加上隶属地方官的部下或者是士兵，加上迄个马条的几个即个仆人去查访，安尼迄6个士兵就会当留踮咧普罗宾西亚城堡里等等。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60大波载去下日的航母，19357斤落啊肉，16773斤赤坎的糖，15800斤糖水，2740斤咸鱼，7206斤蚵仔，831斤虾仔，6道毛仔，23担鹿骨，5担牛的铁啊，38道油豆甲其他的杂碎。有2只小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坐，35个人载来130担的西瓜，2只牛，2道豆仔。有一只小胖船对这个岛屿的南边，就是指南龙桥地区来到此地坐8个大波，载来2200袋做糖桶的茶棒，5只山油4拿咸鱼。7月28号拜五。上午，这个城堡的法庭即会开庭。约略上午11点钟，阮对此地看见伫西南方真远的海上有一只荷兰船，所以长官阁下为着要知影确实的消息，就派领港员坐着领港船，这只船拄好入港吼，就派这领港船去遐。迄只船呢，趁着西南顺风，伫中岛就来到南平停船的所在停泊。暗时啊呢，派去迄个领港员，就对该船带着阮的顶司，就是巴达维亚的阁下的
物件转来到遮，报告讲，即只船是比对船卡洛伊斯号，是6月14号该动快艇鲁维尼号对巴达维亚出航前来处队。该快艇伫数工前遵照特别的命令，含因行李前往平湖，要踮咧遐听候阮对处队寄去的命令。即两只船再来互处队公司人员的粮食、商品甲其他的使用品，合计是原档案空白吼，合计毋知几号吨吼。因伫咧旅程中一路拢是好天，但是最后拄到真侪平静无风的麻烦。即个领工员又佫报告讲，伊有信心明仔载会当甲即只小便队船照伊现在综合的情形，带入来港内吼，就是免先落吼，袂食水拄啊好够吼。伊为此请求互伊命令。长官阁下伫议会建议之下，就互伊命令讲。就是意思会当明仔载甲船带入来啦吼。7月29拜六，无反应。好，7月29拜六。因为如上述，阮昨昏听到讲，对巴达维亚来迄只快艇吕维尼号将会航往平湖，而且真有可能已经到遐咯。因此，今仔日上午伫佛罗摩萨议会，国议为了要对国议了会当看到迄寡理由，要派大篷船 Rudvas 号去甲迄只快艇对平湖调来处队。即只大篷船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去遐。中昼迄只小便队船卡洛伊斯号满载着船顶的货物来入港，但是呢，因为风真忽然又搁真紧对南方转变做东南风，迄时迄只小便队船已经来到真瓦郡北线尾沙洲的所在吼，因此必须要甲该船暂时停伫航道内，希望用2条尾索互相结连起来。绑掉一个钉，甲船扭起来，挖靠伫起风，excuse me， 起风这边的岸边，但是迄个尾索伫扭船，要看这个岸的时阵呢，断去咯，因为迄条索啊无拍，甲无按啦吼。直到迄只小便队船飘往北线尾的岸边去。伫遐坐对吼，即个消息甲长官讲了后呢，长官阁下随派下设商务员 Ruth Winkle 载数只其他人的舢板去遐吼，要去看讲是毋是会当甲该船的货物甲落一部分落来，互该船会当浮起来，并且尽量较紧来带入去航道，并且求上帝，互伊安尼来浮起来。迄时如上所讲，风已经真紧转变做东南风。海涌也开始滚架起来了，而且天顶的乌云全部往海中飘去，到下晡愈来愈增强。因此，约落下晡4点的时阵，快艇阿雷姆伊顿号被迫离开港外停船的所在。吼，这个阿雷姆伊顿号这只船是今仔日对迄只领港船顶要正常要载去日本的最后一批货物吼，结果只好被迫离开吼，港外航往海上去，继续航行。后来阮就看袂到该船咯，求上帝保庇平安。伫迄只领港船顶的事务官甲阮讲，迄只快艇的船长 Cornelius Lucifer， 请即个事务官吼代替长官阁下报告讲，如果风势增强，伊将会决定航往平湖，伫遐听候伊阁下的命令，甲要送去日本的物件。阮嘛是希望如此，毋过若无，阮伫个日本的公司的人员将因为迄只快艇阿雷姆伊顿号所载货物无送货单，所以毋知影要安怎才好吼。因为即只阿雷姆伊顿号是忽然间离开的嘛吼。毋是按照按算的离开啦吼。暗时啊，甲夜间拢有暴风雨，其中约了伫5夜的时阵，透起一阵
德山却非常激烈的暴风雨，大部分是对东南方所投来。啉遮水。过来是7月30号，礼拜日哈。等下我水是倒去。试落煞无啥反应。怪怪哦，这个网站怪怪，敢若连袂着。哇，看起来是敢若是网站死去啊！芭比，你伫遐要试看觅哦？方便吗？我连袂起哩。我嘛是。好，迄网站出问题啊。好，安尼可能今仔日就读到遮啦吼，剩10分钟。本来想讲7月会当读煞，结果今仔日无法度读。看起来是敢若连袂起。好，安尼，来，我来剩10分钟吼，咱来看一下台湾文献总刊，网络顶有啦吼，你若有兴趣去即种会使读吼。西龙。拢总几本啊？我看觅，到第3页，第4页，还有14页啊！拢总265本哦，有遮多。遮侪本哦！真正是足丰富的啦，265本的即个资料吼，这种拢是汉字的啦吼。我讲啥物
趣味的无？我觉得台海史茶录这个茶是要哪读啊？我记得迄个什么人，记得一个作家叫做宋哲来吼，又甲翻做白话版吼。你若有兴趣，你再去做。我较早伫咧伊的 Facebook 有看到伊咧翻一本吼。好啦，我咱也写日记，咱也写日记，1656年，看看个挖起来吼，7月，来，挖起来，7月30。继续甲读了吼。7月30礼拜日，早起阮听到站上水迄只小便队船 Carlos 号放一个钉落来，要用来将船拖离开迄个沙洲，但是迄条索啊又搁断去，然后该船又搁被即个影吼塞上岸吼，陷入去搁较深的沙土里。现在坐伫遐吼，完全袂振动啊吼。也完全无水冲到该船顶，也完全无水去冲到该船遐。对此吼，迄个领航员真有自信讲啊，无可怀疑，因为该船一定会当趁着大海水大淹的时阵，就浮起来。而且认为讲伫迄以前毋免来落雨，因为着该船所要求的一个订，阮送去互因咯。安歇你敬拜主，规工拢是暴风雨的天气，风对西南风甲东南风吹来，海影非常的大吼。7月31号拜日，昨犹原是继续咧落雨，今仔日上午也继续落雨，天气平静真热。微风对西南风吹来，海水到即个港岛内底永远是影真大吼。好，来看一下八哥嘛是记甲甜吼。剩6分钟，我嘛是搁继续读。8月1号拜日，早起微风对东南风吹来。你是改吹西南风，天气真炎热。即个港岛也是影真大吼，海影唱悬悬吼。虽然如此，也是甲要送去日本的物件。交互啦，要取代陆上的快艇阿里姆伊顿号的下设项目员，以便伊明仔载若是天气好，会当坐大船、坐大篷船 Root Vast 号去澎湖，去坐快艇阿里姆伊顿号。伊去到遐以后，快艇阿里姆伊顿号的船长 Cornelius Lucifer 就会当启程出航前往日本，毋免阁延前落去。阮也写一张简短的批去互快艇。刘维尼号的主管，主要是内容是叫因爱按照阮7月29的决议，尽量较紧来遮，就像对就像对书信簿内底当看到安尼。今仔日阮对这一角位啊的即个外哨收到书面报告，讲阮伫遐的士兵情况良好。8月初2拜3，昨昏实在是袂记得读无，今仔日应该8月读到一半吼。拜3黎明的时阵，阮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往即个南平停船的所在航来。迄只大船 Vast 号，因为现在海上已经开始平静落来了。迄只大船 Vast 号就用篷出港，领航员 Sick Peters 也坐一只舢板同齐出港，以方便迄只大篷船去到港外以后，就爱去迄只航来的船遐去看讲该船是毋是快艇阿里姆伊顿号。如果是快艇阿里姆伊顿号呢，就要互即个下设项目员 Wingstop 对迄只大篷船载着迄寡物件去做迄只快艇，并且命令该快艇启程航往日本去。而迄只大篷船 Vast 号爱航往澎湖，但是如果航来迄只船是另外一只船，毋是快艇阿里姆伊顿号，安尼迄只 Vast 号就爱去伊所方面要去的所在，就是澎湖。即只舢板和领航员伫下晡约4点钟时阵对港外转来
处队报告讲，因看到迄只航来船是快艇 Z-Hound 号是该动大篷船 Apple Boom 号，当作伫今年6月26号对巴达比亚出航。所在号呢总计才是75000号吨，因一路来拢是好天。即个领港员还佫讲，上水迄只大篷船也已经来到迄只 Z-Hound 号所看到的远的所在海上遐停船。总督阁下的迄寡来批，伊也早来交阮。今仔日阮开始对迄只小皮雷船 Carlos 号落一批护照甲指弹，因为海水要大淹咯。天气良好，微风对东风吹来。阮收到政务员 David Hartwell 先生对好无人寄来一张无啥物重要的批，只敢若甲阮讲，伊伫迄个地区一切拢平安如意。8月3号拜四，今仔日只领港船载着台湾的领港员去港外，要去看讲是毋是会当甲迄只大篷船 Apple Boom 号带入来港岛内。要暗嘛因无功而还，因为海上浪潮汹涌无法度来到遮尔远。我中昼的时阵，迄只上顶个月27号派去平湖迄只小篷船对遐转来到遮。船务官 Oak Peters 该动2个坐快艇刘维尼号来的牧师同船转来，因的名是 Jacobus Hansen 和 Johannes Leonardus。快艇这2个牧师等来小解吼。对2个注脚，快艇刘维尼号已经安然到平湖。这只快艇的主管来批甲阮讲，因伫咧航行中有3个人死去，即摆还佫有7、8个人破病。又佫讲，因伫咧平湖想要买一寡新鲜的食物，但是买袂到，因为被完全禁止，可能是被官员国姓爷禁止的。咱来看一对3个注脚，头前2个就是迄个2个牧师吼。第一个是 Jacobus Hansen 是哈林的人，1656年以牧师身份坐着 West Friesland 号对荷兰来，伊被派来佛罗摩萨。1657年伫佛罗摩萨莅临舞会，这一年11月24号伫遐因为热病过身，来一年就过身啊。另外第2个牧师 Johannes Leonardus 嘛是哈林的人，1656年以牧师身份坐 Salamander 号对荷兰来到巴达比亚。同一年，伊被派来佛罗摩萨，伊伫咧好无人舞会。以后伫赤坎咧舞会，普罗宾西亚城堡导航了后，就是1661年5月吼，普罗宾西亚先导航了吼。伊去互国姓爷掠去吼，以后含几啊欧洲人，其中包括着地方官 Valentin 被放逐去金门。听讲1664年，伊伫遐还佫活咧。好，第3个注脚吼，就是讲伫平湖买袂着食物即代志吼。讲此事见伫咧国姓爷死期1656年6月27号下令发布的告示，参见本册日志1656年7月9号迄条吼。荷兰人讲伫咧平湖买袂着食物，但是上述告示并无明讲。好来，转来继续读。上述迄个政务官报告讲，伊伫平湖无看见规群的可疑的即个篷船，只看看到伫遐有4只篷船坐着官员洪兵爷的兄弟，名叫做洪伯爷吼。伊被国姓爷派来遐，按照往年的惯例，伫遐征收11岁。即个 Oak Peters 去过迄寡篷船遐，受到上述的洪伯爷吼温群的招待，伊伫遐听讲伫厦门官员3爷被关入去监牢呢，因为伊装备一只篷船要去马尼拉。官员颜伯爷吼，另外一个姓颜的颜伯爷也是被关入去监牢，因为伊对征收关税无照规定确实征收，而且因为伊发通行证，互人前往不准去的所在。
若毋是有其他官员甲平民出来威胁讲，若国姓爷毋肯释放即个颜伯爷，因就要起来攻击国姓爷，要甲刣死。安尼，就讲意思，若毋是有人安尼举啦吼。迄个颜伯爷早就已经被国姓爷来下令斩首处死咯。因此，迄边的人互相之间发生真大痛苦争执啦吼。但是这才有一个注卡第6条。注卡第6条讲，即寡传闻是毋是属实，值得考据吼。根据台湾话剧，电影讲经潮州结石为失利了后，将苏无斩首，而引起暴将的微言吼，就是暴将的踮遐哩，大家伫遐好啦吼，毋知含即个代志是毋是有关系吼。另外，黄梧吼，梧桐迄个梧吼，吴也因此事来受罚，心生不满，直到偌久便背叛陈成功，献海廷清朝来投降。我哋就是即马国姓爷遐无平安啦吼，因伫咧平湖无看见迄只快艇阿里每顿号，该船是伫咧顶个月29号，因为状况需要航离处地，就即互阮烦恼啦吼，讲该船有可能直接航去日本咯。今仔日小便对船卡落的时候全部落好咯，希望安尼明仔载就当浮起来，暗时啊又搁落雨，透东风。好，今仔日读到8:03号啦，吼，这边甲断一煞，加读3分钟。好啦，感谢各位啦，好，老家新朋友，欢迎各位吼。明仔载是明仔载休困啦吼，歹势，明仔载休困，后礼拜再搁继续吼。OK， 再会啦。好，多谢大家。感谢。